到来祈祷。悲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今日要进入第7条诫，求主你帮助阮，求你的圣神引导阮来入入真理，互真理将阮得到头棒，互阮让自由来信靠你，行伫你四正的道路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。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时间过得真紧，咱已经到了第7条诫。第7条诫，可能我爱用4摆到5摆来讲，因为这个问题不止严重，即马迄个现代的问题，圣经无讲到。圣经迄当时，这个海底要理问答无讲到的，譬如讲同性恋的问题，即可能我最后一摆来讲。好，即马真侪这个问题，咱无法度闪避。对，所以我今仔要讲这后礼拜才开始要来讲这个性分类的3要素，佮过来讲到基督教正确的性的教育。我伫遮做团队时，会督严甲我讲，你绝对袂使讲到性。拢唔讲，你唔讲去外口，咱头效咧，去外口学一寡歹的，咱应该就用这个圣经的道理、事情来讲互这些青少年、甲青年知影，免得因行歪错的路，变得照世间人的样想咧行，对不对？咱伫这个汉人的文化，这个性是会得做，袂得讲的啦。所以无人咧讲啦。这是真大的禁区啦。但是咱教会无，咱教会是为犹太人、希伯来人，甲这个新约的教会传落来，所以对这方面是非常的清楚。这方面，第2项我要来讲到，我这经验来要讲到讲，这个汉文化非常注重贞洁，袂使懒散。但是汉文化的讲法，和咱圣经的讲法拄啊倒变，安怎讲呢？请问有一个人是不是掠一个拄啊咧行干预的妇人人来到耶稣面头前，对不对？照圣经的教示，2个人爱掠呢，较放一个，所以耶稣非常刺激，讲恁他会使安尼定？请问的，这就是汉文化。汉文化的对贞洁是相定的标准啦。要求的贞操是叫做片面的贞操啦。我甚至我伫30年前来到这间教会时，我伫迄落毕业生团契，我对超100外的去安尼对搭调查问卷落时，结果基督徒嘛是双重标准、片面贞操，嘛相共呢。查某的就爱啥守贞洁，查甫的咧迄无要紧啦。迄当通原谅啦，这就变成相同的标准。但是圣经讲的是啥？是双面的伦理。查甫的爱守，而且查甫的爱去守搁较好，搁较红。因为查甫是亲像基督听教会，爱做模范，安了解吼？所以我大家青年讲，你若唔是在色男哦，你无资格要求在色女啦，对不对？你家己都毋是，你家己是一个破布，你想要找一个水的玉，这都倒变嘛。我讲，世事，你若是在色男，你的女朋友，还是你的未婚妻，你的太太，若毋是的时，你嘛是爱加倍疼的。讲你较早因为你无我，所以你嫌对伊。但是你有我了后，我保证，所以我强调第2处的贞操。这清楚，这种的观念吼是确实下伫圣经。后来双面的，唔是片面的，唔是一面的，安尼了解吼，了解。好，咱今仔来看到这个，我为了这篇讲道，我准备偌久的，我下早个准备到吼6:40，我讲哎呀开啊，结果我去买物件是讲7:40啊，我惊一个遐么迟到，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讲啊，这个。咱爱注意圣经的观念，咱要讲到圣经的观念吼，咱袂使注重咱的文化，就咱讲入去。咱应该注重圣经的真理来改变，来起造咱的文化，安尼较对，吼，安尼。所以咧，咱今仔要来讲到这个
咱知影袂使杀人，因为性命是神圣的，人是照着上帝所的形象所创造的。啊，要守安息日，因为上帝看安息日做分别做圣，所以这个有圣，所以你袂使犯着。啊，特别圣经内底讲到婚姻，袂使惊干预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婚姻是圣的。啊，这婚姻是圣的吼，这伫东正教，这正教吼，伫东正教甲天主教拢非常清楚。这个基督教拄啊独独圣公会甲卫理公会，搁牵条这传统，出来拢无呀。婚礼吼，咧举办婚礼吼，毋是两个少年啊设计教讲哦，我穿迄个游泳裤来婚礼啦。一对翁仔，一对就讲，阮两个体育的，我讲游泳的，我要穿迄个游泳裤来。我讲你毋爱来我穿来，你这是礼拜哦，婚礼是礼拜哦。你伫礼拜了后，你伫上帝面头前，甲见证人呢。阮参加的是见证人呢。啊，你说我咧看你的手、你的腿、你的骹，啊，这较较吊伊。啊，你做礼拜敢会穿比基尼来？啊，无可能嘛！啊，你要我讲这毋是你的秀场哦，这是上帝的圣礼典呢。啊，伊讲哈是安尼哦。啊，你话无少年啊，插一大堆，对毋对？啊，有人讲吼，要处理的是要做阮太太，在那破开，扭开安尼。我讲哦，你这部我圣经内底，我看分咧无安尼，啊，所以因这见到是秀场毋对，是啥？是圣礼典。啊，所以我今仔要讲就讲，现在较袂使犯奸淫，因为圣经内底上帝看婚姻最圣，啊，这个圣吼，伫咱新教较少。后来咱先来想着看卖来，创世纪第2章，上帝圣经讲到迄个婚姻的起头。圣经讲，上帝照家己的形象做亚当，了后赏赐伊，毋但是有一个尊贵的本质，伊的性命是袂当替换的，袂使用金银宝石来换这人的性命，嘛袂使用这个田园土地来换这个厝体来换这个人的性命，嘛袂使用精神牛羊来换这人的性命。人的性命是非常尊贵，这是咱顶礼拜讲的。遮尔尊贵的人。上帝就将这个所有动物围伫亚当边啊，亚当左边后牛、后羊、后大象，啊欢喜甲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个代志呢，做伙了就啥？亚当煞逐日咧唱，弹吉他咧唱啥？弹伊边仔过来吉他咧唱啥 ？I'm lonesome tonight。我今仔有够寂寞的，有够稀微的，我看都找无伴咧。上帝讲对，这个人啥？家己徛起毋好。我要为着伊做一个匹配，来成做伊的帮衬。这个圣经哦，翻译希伯来文哦，翻译了煞转啊，翻译文叫做 helper， 助手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读圣经的人就变做呢，查某人助手，你敢知影？查甫做牧师，查某叫做牧师娘；啊，查甫做校长，啊，查某叫老师，了解无？啊，爸爸是咧看报纸、啉咖啡，对不对？翘后骹，啊，做太太的，吼，又内面什么玩意，拢做是安尼。这个所以查甫做医生，查某做护士，对不对？拢总加一级，你做助理就对啦。啊，你当边啊，你较莫讲的啦，你就点，你就做你助手得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讲囝仔人有耳无喙，啊，做新妇人无，做新妇嘛是有耳无喙，所以变加一级啦。啊，这个是变做圣经内底大男人主义。其实毋对，你敢知 helper 这句的希伯来文就是成全啦。请问的做爸母成全你的细囝，爸母的地位会比细囝较无尊贵哦。做老师来成全你的学生，对不对？有状元学生，无状元老师嘛，对不对？你成全你的学生，啊，你说你老师的地位较低哦，无影啦。这个成全者一定比迄个被成全的人更较尊贵。所以，咱若用到圣经这个成全者的观念来看你家己的负人人，你会感觉，吼，我的性命你老成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个人吼，有一个人看到人咧赤身呐，啊，伊也全走去就全躺马地讲，打我赤字，打我赤身，赤偌济钱拢无要紧。伊讲你要赤啥？你也不打我赤一个负人人。哦，你谁讲赤负人人？因为伟大的男人。
背后拢有一个负责人。所以讲，伊讲我要成功，我背后要请一个负责人。其实真正意思讲，我需要珍惜迄个达我成全我的人。所以婚姻毋是大男人主义，是互相相成全。查甫的会寂寞，家己徛起毋好，查某会袂安尼。所以咧，我咧想讲哦，恁请我问咧，未婚者的查甫的甲查某的，对一个生活品质较好？酒馆的甲酒馆的，酒馆的查某人甲酒馆的查甫人，对一个生活品质较好？拢嘛是查某较好。查某家己会当满足，家己会当迄落。查甫咧，哇，我袂得啦，哇，但是我饭卡讲破去啊，我无红煮，对不对？阮一个兄弟俩讲我年高25，衣破无人补，饭菜无人补，我真是命苦。但是叫人来介绍，这个兄弟落要做甲部长，这有够趣味的。这意思讲，这个负责人是一个成全者，互相相成全。这个成全。就是圣经内底讲救赎啦，安知影？查甫人的虚微，查甫人的艰苦，查甫人的孤单，需要一个负责人安尼。所以查甫人爱用真感恩，这是上帝自从这个负责人带到查甫人的面头前，到尾啊咧，佮互因成做一体，合二为一。这讲到想要文言文啦，圣经讲啥？因得当房。东房其实希伯来文是 no to no， 希伯来人叫做亚大 to no， 讲伊捌伊啦，人捌伊啦，真可惜翻译做东房上对啊。这 to no 的意思是啥？我捌你啊，毋是，是我用我的全身躯来委托你，互相相委托、相献身的意思啦。无我就阮太太的头毛夹开，我来做化学分析。伊的花，我来化学分析。我感觉我了解阮太太，敢毋可能？无可能啦！所以就爱做伙徛起，这是婚姻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圣经讲人来离开父母，甲负责人结连做一体，结连了两个人成做一体。咱后礼拜要来讲到这个三要素，讲到这方面。所以咱即摆来讲到婚姻的神圣。第一，婚姻。毋是人的创造，也毋是人的发明，是源起头对上帝遐来的，上帝所设立的，这和人的一切制度无共。所以是一个造物主伊所起造的，伊互伊伫婚姻内底有一个真水的拿图。请问诶，我较早吼驶第一台车吼是780的民族美术的，好，这台车吼开出去吼，规只车拢响。我独咧喇叭袂响，奇怪，喇叭袂响。落尾我转去迄个车店嘛，讲你倒换一个喇叭好。人讲哦，你这车袂歹哦。我来换面子的喇叭。我规台车拢做民族美术，敢若这独咧喇叭是面子的。所以我结果讲来时，我跳开，讲着我。请问诶，我若要开车，要开好好势。我是毋是爱照原厂的操作手册？我若要换零件，是毋是爱照原厂的零件上好？虽望面子的零件足好啦，但是到底民族美术到了拢袂合啦，动了个跳出来，跳出来，我着哪开车哪转，搁哪个跳出来。所以咧，上帝是婚姻的设立者，所以咱若要照婚姻来操作生活，上好是照上帝所起做那图，对不对？伊迄个操作手册。要换零件嘛，照上帝迄零件来换，安上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伊设立婚姻，上帝设立婚姻真趣味的。你知影第一个婚姻内底上帝做啥物角色？上帝是主婚人，对不对？上帝嘛是证婚人，上帝佫是男方的主婚人，跟女方的主婚人，这全世界第一摆尔。以后无啊啦，对不对？我靠，可能做女方主婚人，跟做男方主婚人，无可能。上帝是男方的主婚人。女方的主婚人，上帝佫是证婚人，上帝佫是介绍人，上帝佫是见证人。哇！除了信用了，上帝包办一切。你就知影讲，上帝是这个婚姻的角色，可能看淡，可能看重。所以婚姻是上帝的可能，好掉啦。
这可能吼，和vocation无共啊。vocation 是声音，上帝呼召咧，但是可能吼要翻译，免得翻译，较主要人翻译是职业吼。即马职业这个名词迄个主节英语啦，事业啦，可能我就翻作天职。上帝因为听来创造人，佮呼召人去三听啊，所以人类内底伫出世内底，人就有一个本质需要超越听，啊要活出听，啊所以上帝就有这个圣调伫咱的心内，所以这个听，就是婚姻内底的要素。所以婚姻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。是上帝照着这个制度要来实行伊的计划，因为伊讲，恁着爱生团做做，对不对？请问的婚姻的三听，其实是反映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因彼此的三听，因彼此的团契。你若安尼看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哦，婚姻遮尔圣洁，所以婚姻袂使拆腿，拆腿安太意思无？劈腿啦，袂使拆腿啦，袂使拆腿，袂使行奸淫。啊，这原因就是上帝的听，这人婚姻内底的听真特殊。对婚姻来讲，上帝的听，这种的听有排他性。所以上帝，你看啊，耶稣基督咧，伊无家己本身无结婚，但是伊对婚姻的价值非常的看重。伊第一个新约是啥物情况来实行？是伫一个婚礼内底，互迄个无水无酒，啊，伫迄个白正无味的水，来变做香通享受的酒。所以耶稣基督伫迦拿婚姻的临在非常的重要。这伫圣公啊、甲卫公会的婚礼内底，拢特别的提到遮。所以耶稣伊对迄个婚姻的美好非常的肯定，伊伫遐宣告，婚姻要成做耶稣基督临在的记号，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三听啦。啊，所以我迄阵要结婚之前，我就想，哇，安尼哦，我若真正要结婚，我得爱考虑我爱为阮某来死呢。我就想讲，这个敢值得我死？我考虑遮久了，考虑遮久啊！我若袂堪得，袂这大家付袂出啊！我莫结婚，我莫结婚。吼，后来婚姻的神圣就是安尼啦。迄毋但是上帝创造的，佮有耶稣基督的临在。请问诶，耶稣基督临在伫对？临在伫每一日每一礼拜，上帝咧讲上帝道是耶稣临在。行圣餐的是耶稣临在，啊是安怎讲婚姻变做逐日耶稣基督伫咱生活中临在呢？来，咱看起来，以弗所书第5章，讲到恁毋通酒醉，恁得爱互圣神充满，有这无？啊，圣神充满的时阵，第一项的记号是行伫对，行伫恁得爱三敬拜啦，吼 ，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。好，就用上帝的话丰富唱伫心内，彼此唱诗而乐敬拜。第二项呢，圣神充满伫对，伫婚姻嘛。第三项，圣神充满伫对，伫亲子的关系嘛，父母甲囝儿的关系嘛。第四，圣神充满是伫你所徛起的职业嘛，你安怎好款待你的心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圣神临在嘛。啊，所以咱知影，这神圣的问题。第二项，咱知影婚姻是这个社会的结果，而且是上基本的。啊，这个婚姻吼，我看吼，婚姻我起做伫对，起做伫地狱甲天堂的中央。起做伫地狱甲天堂的中央，安怎讲呢？无一种束缚，上帝对人的束缚比婚姻搁较大。啊，若无一种的毁坏，比婚姻较大。所以伫迄个20年前吼，迄张老师月刊出版社出一本册叫做《
家庭的伤人，家庭会伤人啊。迄本册出来2个月了，随卖伫台湾卖60万本。伊卖钱拄好，迄个因遐人所有的薪水1年。哦，迄阵我到地拢用请伊讲迄个来演讲，讲家庭的伤害人。迄是一个耶稣会的修书写的，讲因怎互因家庭安怎好，啊，大家看了拢流目屎，讲这阮兜啦，哎，甲你写阮兜。我去迄落个，我会记我去迄落个道明中学来演讲，其中有一个小姐叫做巴慧玲，一个高一的学生，我人家大家听咧，我听咧，规个拢50-60个安尼，规拢喊多么好啦，规个拢多么好，讲着家庭的事，大家拢好。所以咧，这无一种的伤害比家庭的伤害较大，你同意无？较早我伫台北，我一个教会会友伊讲，我使免入600个啦，我的薪水1年拢超过600-700万啦。啊，我开车转来时吼，转阮兜的时，阮太太伫7楼讲，你若敢入骹入门一步啦，我即2个囝抱咧转位7楼栽落来，好啊，行一个伊转担沿较地下室安尼。地下室2楼，踮遐安尼开个冷气，踮遐一暝啦。伊讲哇，陈牧师好，你救着阮全家啦。落尾转来叫信主，因为伊参加阮迄个爸母的成长班啦。阿某来参加，因嘛是讲呐，好啦，我有陈牧师最后一摆机会啦。啊，参加啦就歹，我就走啊，就要离婚啊。啊，落尾了信主，这真伤痛。所以，这个家庭婚姻若无好。伤啥物人？哦，伤家己，佮伤着囡仔，佮伤着爸母，这是真艰苦。哇，即几日有一个伫台北啊，一直找阮讲着即个问题，真艰苦。啊，一直要好，逐日来敲电话找阮，就是要解决个问题。所以这是社会的条啊，这条哪有讲等于规个阿伯啊？所以咱教会有一个林贵福老师，伊较早做迄个辅导主任，伊老讲，我辅导的学生。迄个离开厝的啦吼，啊，莫倒来100%，伊讲伊找无例外，拢是翁仔某冤家，拢是家庭暴力。哇，我大囡仔要走出，啊，伊拢人救倒来，因兜佫无效啊，爸母佫拍咧佫处理啊，啊，所以就是安尼吼。第三，这个圣经强调婚姻的神圣，因为这个是2个人伫上帝面头前立圣约，立圣的约，所以立圣的约。这个约就是上帝甲伊的百姓立的约，所以伫马拉基书内底讲啥？讲上帝徛伫这个互人放杀的妇人的中间，伊讲因的目屎我看见啊，恁是怎样甲求这？彼得前书嘛讲啊，讲一个查甫人若拍因某，伊咧祈祷啊，还是对因某大细声、歹声哨、歹面腔，伊咧祈祷上帝不爱听啦，上帝不爱听啦，这彼得前书讲的。所以这实在是真正的神圣的约。佫一项夫妻的疼是反映上帝对人的疼，基督对教会的疼。啊，若是安尼，这是真正的神圣。所以圣经嘛讲，这个讲到婚姻的本质，咱若讲到婚姻本质，按了咱佫来看这个。行家人物就清楚说，第一，婚姻就是2个人彼此献身，是2个人性命甲疼真亲密的结合。所以2个成做一体，哎，本来家己徛起唔好，啊，互伊成全，这个成全就是要进入 perfection， 正成啊，正成。真奇怪吼，这天主教伫迄个Vatican II。梵蒂冈第一次大会了，真强调婚姻互相的相听，并做婚姻中间互人正信。这下面天主教较早无讲啊，天主教较早讲认为啦，单身独身呐，吼，做修女搁做修士，做新妇人，较会当正信啦。啊，即我唔是，每一个人拢正信，伫婚姻内底正信，所以互相伫遐相听，这就是。彼此 no to no， 就是彼此奉献。第二就是忠贞，这忠贞吼，大家真大误解。忠贞的意思就是对外关开，
对内开放，安尼意思，咱了解吼。中间有两个真正意思，就是我伫婚姻内底享受上帝所赏赐圣的礼物，我来享受，我成做我心神甲身躯上完全的享受，搁再彼此上完全的结合，这意思是安尼。但是我对外咧，对外我就全关开，我袂使有任何肖像，也是用目睭，也是用身躯去含人有即种的结连，咱了解吼？啊，所以咱拢真强调咧负面的啦，其实正面的无强调，这就无彩。后来第三项就是袂使拆线，这是一世人的制度，夫妻三听内底袂使迄落上帝所配合的，人袂使拆线伊。这人讲到即句话吼，所选害即个，我发现东正教甲天主教的看无共。迄东正教吼，我感觉较下伫圣经啦。即个天主教讲，除非对方行奸淫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二就是对方来欺杀，看你信仰所准这一招，啊，这一招了你阁袂使嫁，我觉得这够困难的。啊，东正教毋是，东正教讲啥呢？讲伊若欺杀你超过5年，你当阁嫁娶，你了解吼？啊，你欺杀你无爱你啊？啊，第三，伊若用暴力要来拍，要你死，啊，请问暴力是毋是犯第六戒？杀人对不对？伊要杀人，咱顶礼拜讲着，杀人咱会当正当防卫呗。呀，你正当防卫啊，无你要杀死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正当防卫啊，爱到这个家庭暴力，所以阮夫妇哦，在辅导婚姻内底，若关于家庭暴力的，我拢建议因离婚。改袂过来。我实在一个医生啊，吼，拍因某拍得偌忝呢，拢用迄个面罩皮安尼包咧呢，拍内底拢内脏拢掉伤，外口拢无咧，也无伤呢。啊，因咧囝，因咧查囝，因咧囝搭边啊，好干呢。我讲你毋安尼，真正咧哦，啊拍了谁来谁要找伊性生活呢？伊讲有侮辱甲遐忝，完全退潮吹。安尼翁偌厉害呢？3亿外的财产全部拢脱产了，佮告伊，佮因兜寄来的厝公爱分一半互伊。好啊，但乌甲土，落尾我伊找一个女律师足艰苦的，我搁袂来找一个上好的医生，上好的律师啦，转来帮转来换得来，转我去找各种方法来保护伊。迄只足辛苦的，因为我伫台北参加迄个环保联盟，我是台湾环保联盟的发起人之一，所以我真了解。吼，啊，所以东正教安尼讲就较合理啦。啊，无你用拍死哦，佮拍死，用拍死，佮唱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哇，佮安尼，啊，所以迄个学园团队会哦，学园团队会迄个李中安团队因太太，拢讲你著拍死要紧。讲这逻辑是唔对啦。天主教的婚姻内底真强调，咱基督教无，拢先问讲，你是唔是你的自由意志要来结婚呢？两个拢问呢，安了解吼。所以牧师讲，请问你要愿意娶伊无？你愿意无啦？袂讲你同意无啦？对不对？啊，若问爸母是问同意无啦？啊，我伫迄个王成颖结婚的时啊。我就问迄王成先生讲，你有同意无？啊，叫王成先生讲，我愿意。我讲，毋是你要嫁，你要愿意。是恁查囝要嫁，你爱同意啦。啊，再问到迄新婚的迄个啦，伊讲，我同意。我无人逼你，嘛同意。这是出于自由意志。所以袂当拆线，这有一个原因。咱有一届，咱会个专门来讲到这离婚的问题。到尾也是，安尼来了解的时阵吼。咱即马来了解，咱伫这个社会是一个真正罪恶的社会，所以要贞洁，要一夫一妻、一男一女，袂使拆线，并做这个社会来笑啦，笑讲你这戆的啦，较有可能的，绝对无可能的。我感觉教会吼，这2000年来，你想啊，伫罗马帝国的时代。迄个时阵，啊，搁伫希腊的时代，无情妇吼会用笑死啊！
你知吼？啊，你伫日本吼，你8点半进前转到厝的，会用笑死啦！你会看到迄有一个连续剧叫做阿信无？迄阿信吼，坐看因翁安尼就较郁住咧，讲叫因翁伊来介绍一个七仔，互因翁去耍，安尼因翁就袂郁住啦。讲啊，因翁就毋讨谈无认真啊！哦，啊，这日本人讲学了甲讲阿信有够好诶，啊，咱信用较有法度啊，靠人安尼。所以伫咧日本人要信耶稣有够困难诶，因为日本人诶查甫人强调一男一女一夫一妻，啊，地到日本人看你做衰，看你做无路用人，看你这不中用啊，了解吼？啊，所以日本人因真坚持，伫迄个教会历史诶中间，咱对婚姻诶制度非常诶坚持，咱变做社会内底诶实验组。这个社会变做对做组啦，这实验内底一个迄个吼两方面啦。咱基督徒到尾啊变做罗马帝国变做基督教的时阵，咱变做去压迫人。所以我就大家讲啦，咱希望咱用咱的婚姻，若论到我甲我的家，阮的确要侍奉耶和华，咱就用咱的标准画出来。人目睭金拢在看，对不对？目睭金在看。我读大学时，阮对面一个小学校长，伊了讲伊迄阵伊80几岁啊，伊了讲我安尼观察恁60几年来，伊大汉啊，讲我坐大汉，我娶某时，我发现恁基督徒的婚姻上好，因为咱的信仰内底。做丈夫人，咱有啥？有耶稣基督，做咱模范。咱有圣神来充满，互咱有气力伫主的内面来听。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标准，毋是一个重担，互咱担袂起。伊互咱伊先做模范，踏伫头前。咱亲像阮老爸要过迄个试德拿，伊讲你对我行，我讲。试得较多呢，会擦掉呢。讲你对我行，啊，所以我对阮老爸的骹子啊去行，若踏到迄个试得，阮老爸讲无要紧，我这个骹地叫做钢板骹地，你捌听过无？钢板的，较早咧钢板拢较早蒙波拢足远的啊，啊钢板的人行得足重的啊，较早白人咧钢得足重的，啊行足远的，所以骹地拢有够厚的啦。我老爸我钢板骹地无问题，伊擦掉时，伊阵骹咱背咧，也袂老血，佮继续行。啊，安尼踏过的路我拢好诶，踏过我拢对啊，标准行过，啊，拢无擦掉，啊了解哦。若擦掉，我老爸先擦了伊个背开，啊背开就无代志啊，我拢对伊行，啊伊骹地个遮较大，我这囡仔都对安尼行。啊，咱有耶稣基督做模范，伊为咱来死的十字架，伊用这听的真正意义，互咱互咱。第二项，伊上天，佮找圣神带伫咱中间，互咱圣神充满。用圣神的气力，用上帝的话，咱会当来行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咱教会这个家庭婚姻是做模范，毋是要逼人啦，你了解吼？毋是要逼人，毋是要求人，毋是讲哇，你我反对恁，基督徒挖出来嘛，你何必咧反对人？第一个，我最后我讲一个，你敢知影？真严重的问题就是。台湾即款迄个对这含咱无共意见的人，咱真正是赶尽杀绝，咱真正爱活出咱的见证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伫圣经内底启示，这家庭婚姻的神圣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活伫这个死正的道路，互阮因光堂教会正兄弟姊妹，阮每一个家庭。拢活，阮的所做丈夫的人，拢拿亲像耶稣基督，为着教会来看无家己，放杀家己，来听教会亲像家己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会当每一个做丈夫人，听阮的妇人人亲像家己，为阮的妇人人来放杀家己。主啊，求你也赏赐阮教会所有的姊妹，会当拿亲像教会顺服耶稣基督安尼。会当因为
助你的疼，会当将做一个顺服的人。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做丈夫的人，会当来珍惜阮夫人为阮所付出的成全甲代价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